吊挂工程对中昼就开始，一直持续到下晡5、6点。因为上届冬超过100公吨，所以校方特别外包予专业的吊船业者进行一连串的准备工程，地连船身下骹的体格，也是业者依照着每一只船无同款的角度、载重量去量身打造的。这样用心甲大手笔的买下船台南海事就是希望提供予学生上界良好的教育环境，上界符合业界的实习空间。这个全国首创的巡防艇搬入校园，过程相当辛苦，校方也感谢各单位的斗相共。非常感谢呢，教育部及国民学前教育署呢，让我们台南海事在105学年度针对轮机科能够增科来办理招生，为我国的海事的轮机人才呢尽一份心力，也为我国呢的船运的船员呢能够提升我们的生力军。那我们非常感谢呢国教署呢给我们经费，能够呢来奖助呢企业界来捐助我们的一个业界的一个机具呢，让我们来实习。我们非常感谢海巡署呢提供2艘的巡防艇，让我们学校针对了轮机科的学习，提供了情境实际的一个教学。那这2艘巡防艇呢，是我国海事的职业学校里面的创举。唯一呢，台南海事呢有2艘巡防艇，让学生所学跟业界呢所的一个操作的机器呢没有落差。有了这2只巡防艇，校方阁要起一个专用的基地，要提供予学生一个完整的教学。在机舱的部分里面，它本身里面就是会在船机的部分，它还可以在运作。然后机舱在船体外面是看不到，是属于在船体基部的地方。那这个机器在整个推进的过程，需要有这个机器的运作。那机器在运作里面，它必须要有水的冷却系统，以及它的热排除。那在这整套系统里面，学生需要有这些专业的技术，然后进去里面看整个机舱里面的运作的一个程度。那机舱里面它本身是这两台船的机器，它本身的机组它都是还是好的，有一组还可以再继续运作，然后有一组我们会拆开来，在船舱会开一个船体，让学生直接可以进去里面实习来做操作的这一个动作。台南海事开设轮机系实作课程，这样大手笔也是希望为咱台湾的未来培育更加多专业的海上人才。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